我高中那一年，他在北斗嘛，在北斗，我们在亲戚呀打工嘛，等于我的教育费用东西这边出来。对啊，那时候我老爸往生了嘛，差不多那几年了，蛮辛苦的了。等于我从高中到官校那4年，对啊，差不多都扣余了。打工赚学费了。我老爸走那一刻，他叫什么？叫是叫阿娘，所以我母亲比较伟大。迄阵阮后生要去河尾大，要上班哦，我嘛唔敢。迄阵吼要算毕业咯吼，要去上班咯吼，我嘛唔甘伊讲去大家离开。算3个孙啊，拢细汉，我甲伊摇大汉，我摇大汉了，拢甲我拢讲台语啦，拢计讲台语，3个孙啊拢讲台语足平的。感谢婆婆，我们一起住了20几年哦。她104年的时候才回来乡下，等我的小孩子都长大，她才回来乡下。感谢她为我们这个家庭付出。妈，谢谢。感谢阮妈甲阮阿嬷吼，甲我车用今年33岁嘛，所以算车用33年安尼。